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6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在今日国内各增加17个武汉肺炎感染者，有15个是对境外入来的。另外有感染者身躯已经出现抗体，呼吸道刷过有病毒。第三批武汉包机拍算第2930有2个飞行机抓，会对上海飞桃园。目前已经有440人报名，若准报告会阁增加一抓。日本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在日本东京是连续2天拢超过40个增加，恐惊会封城。在今日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又搁再增加17个咯，其中有15个是对境外入来的，有2个是本土案例。台湾目前到今已经有252人受到感染。今日发现讲，这个患者的身躯内面有人出现抗体，伫咧呼吸道又源抑个病毒，看起来是无正常的，就要一直检查到完全无病毒，才会当出院。台湾阁新增加17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其中15例是境外移入，2例是本土个案。新增15例境外移入的案例为7女8男，年龄介于20多岁到60多岁，入境日介于3月16到3月23。发病前活动地点包括美国、英国等等，大概英国的案例这一次比较多，这边有6例。指挥中心表示，确诊的2个本土病例拢是境外移入个案的接触者，其中第246例是甲第209例带做伙的人，并无疑似症状，经过采检了后确诊。第247例是甲第228例带做伙的人，伫咧3月23发病，经过就医采检通报了后确诊。若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当中，第248例3月12到20对团去西班牙旅游，因为团案内底有2个人伫咧3月23确诊，无症状的第248例是经过卫生单位进行接触者采检的时阵确诊，其他境外移入的个案拢是独立的个案。到目前为止，国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52例。轻度肺炎的有48例，那严重肺炎或者是到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的有14位。这些重症里面，目前还是有7位在加护病房使用呼吸系统的，有些完全没有症状。那可惜就是病毒还是会存在它的呼吸道里面，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个病毒完全清除干净。张尚顺表示，目前确诊的人以女性较侪，超占57%，男性是占43%，年龄伫4岁到88岁拢有，大部分大叶患者状况拢有较好。毋过拄发病接受治疗到第1届采检验出阴性，平均爱19天半，等到第2届、第3届采检是阴性嘛，爱24天以上，有的人阁爱等到50天。另外，有患者体内出现抗体，毋过呼吸道也是有病毒，无啥正常。不离个无论安怎讲，确诊患者爱连续3届采检是阴性，体内病毒完全无啊，才会当出院。记者综合报道。留伫咧中国乌北的台湾人是要安怎转来呢？海基会在今日宣布讲，已经协商华航第2930指定2个对上海飞桃园的飞行机抓，提供440个位协助因转来到台湾。指挥官陈时中也讲，若准人数伤过济，可能会阁再增加1个航班。为了解决留伫乌北的台湾人防自己无到家己回乡的问题，海基会促请华航指定2个班机，分别是29甲32天上海飞桃园的航班，提供总共440个机位予因。回乡之路敢若出现希望，不过对着留伫遐的台湾人来讲，敢若也是有真侪困难。路程非常的遥远，带一个这么小的小 baby， 还有行李。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我来到看了了2个号的，我的所有拢已经差不多啊。即届就要去，若要去上海坐包机，阮路途遥远，而且车费好贵。一直对政府反映，就是希望政府搁再出手缩短因转来厝的路途。对海基会早起公布指定航班了后，指挥中心证实，已经至少超过440位台湾人报名，无排除搁再增加航班。目前跟海基会报名的人数已经有超过440位。武汉的部分，其实我们有注记他的旅行史的部分嘛，所以其实不会有他自己个别搭机，因为航空公司不会接受他的订票。那当然要根据需要那当然是有可能会再加开，不是加开啦，就多一班来做这样的一个专门使用。甲进前的2批包机无同款，即摆华航2个班次采定点定时，不过相关拢有防疫人员随机来检疫，就是要确保防疫袂出现发生。而刘委会对着即摆另外抢的包机是毋是卡下敏感的2方协商，也只是讲感谢真侪人。
国人搭这个我们自己的航空返台所以没有涉及到两岸的一个协商的问题。我们也感谢在这过程之中很多人的善意，很多人的热心尤其是这个台商朋友他们在里面提供了很多必要的协助。除了乌北解除封城，咱方运用定期航班缓解两岸协商的困境。武汉有计在4月7八解除封城，到时有更加多台湾人要转来，是不是要有后续专机形式？有指挥官认为会再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咧国内，逐工所增加出来武汉肺炎感染者，拢是120个，而且仍有7万外的台湾学生伫外国读册。发了讲，即寡人会变做是防疫的空帮。目前是有计划讲会当甲喙暗寄予这学生，不过只是有条件的，也初步规划讲是2定亲在内。不过一切也是以国内的需求优先。喙暗国家队拼专力，日暝赶工，1个月做出60条喙暗机的生产线，甲喙暗的产量拄完不一天产量超200万个，提悬到1000万个，解决国内喙暗无够的问题。政府提早部署，唔但有关喙暗的产量，佮加上喙暗是名第2点控，互台湾人伫咧药局甲网络拢会当买到喙暗。不过海外7万外的留学生都无遐尔好运，真侪人买无喙暗，爱面对防感染的风险。若是国内目前喙暗是伫管制当中，规定每一个人上济会当炸5盒喙暗出境，上济250个喙暗。若是想要寄去国外，目前敢若开放补助的无过2片的喙暗。医疗专级的喙暗是无开放，不离个考虑到海外疫情真严重，佮加上国外的留学生真济，行政院最近当地建议，医疗级的喙暗会当有条件式的来寄出国。家长也都在反映嘛，如果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话，那小孩子也不用急着回来，那坐飞机也是有风险，那所以这个有在规划了。行政院规划第一阶段先透过外管等等的管道，确认海外留学生、台湾人等等的需求数量甲本的方式，而且建议计划用2定亲来寄喙暗为原则。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原则上也是以国内防疫的部分为优先考虑。现在在解决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不过大原则没有变。在国内供应量稳定，那我们会照顾我们在海外的国人。经济经济部国务局表示，目前规划寄的方式，预计甲开放补喙暗的初期同款，民众需要准备关系证明，包括户口名簿等等，向海关办报关了后才会当出口。实际的方案也搁伫咧讨论的阶段。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爱在家检疫民众真侪拢是对境外入来的，不过伫彰化、嘉义、高雄，拢有爱在家检疫民众逃窜出去。卫生当局也呼吁民众，莫造成社区感染。爱隔离的人就爱有公德心，唔通影响到防疫的工作。冇个出问题。手机袂使个关机啊。习惯性在咧关啥物，我就看无。影片内底这查甫人7个月2日入境台湾，照规定应该居家检疫14天。不过警方接到卫生所、公所等等的单位通报一个细热查甫人失联的消息。2天了后，警方找到人，伊说讲是手机啊无电，所以失去联络。专案杀彰化县卫生局依法办理。透过路口监视器以及各种科学办案的方法，去积极去寻找，那终于寻获这个赖姓民众，他去访友。除了手机无电失去联络以外，彰化还有违反居家检疫去互处罚的个案，因为无照时阵纳罚金，去互执行官查访的时阵，再用现金来状况。他是说，他因为手头不太方便，那身上只有2000块，但他希望说剩下的8000块是不是让我们能够让他分2个月来缴纳？那我们也欣然同意。伫咧嘉义某个案，因为喙焦出门买饮料，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去互警方抓到。若是高雄，各有居家检疫的民众，因为连续几日个违反规定，去互强制隔离。在我们的电子围篱记录上面，都有短暂的时间离开这个限制住居的这个处所，因此在行为的判定上面，我们认为他已经是2次的违反居家隔离的这个检疫措施。24号下午呢，就动用警方以及我们的卫生局所的同仁，直接将他送到这个强制隔离所。政府一直呼吁民众爱遵守居家检疫的规定，不过民众逃走出来的状况也是一直来发生。卫生局嘛表示，无论是啥物款的理由，居家检疫的人都无应该因为个人的因素逃走出来，嘛请民众发挥公德心，才袂造成疫情更较大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咱来关心日本。日本的武汉肺炎感染者到达已经有1361人咯。在日本的东京是连续2天拢增加超过40个，其中也有10个人是查无感染源的。东京的官员也讲，希望民众尽量伫厝里上班、休假时阵较莫出门的。若准疫情是压未落来时阵，恐惊爱封城管理。美国伫咧一天内增加超过1万人受到感染，到当因的感染人数也超过65000人，死亡人数也未到1000人，而且有200多名的美国军人受到感染。美国的国防单位也下令讲，自外美军爱暂停2个月行动。另外，上届严重的纽约，因的市长也话讲，补助金是无啥够。美国病例数升悬，上严重的纽约州病例已经超过3万，接近300人死亡。当地甚至开始兴建临时的太平间。纽约市长白思豪当地时间25对联邦政府开嘴骂。Giving New York City $1 billion out of a $150 billion pool that they provided for the entire country, but we are 1/3 of the cases in this country right now. Someone do the math. 白思豪指出，纽约疫情明明上严重，补助金却无到1%，这无道德，呼吁联邦政府增加援助。总统川普表示，已经用真侪时间甲纽约讨论问题，也甲纽约州长古默讨论过，却无讲到白思豪。美国过去一天新增超过1万例，拢总破65000例，死亡人数接近1000人。疫情也影响军队，24架传出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有3名的海军感染。25国防部高指出，一名伫五角大厦工作的海军陆战队军官确诊，目前已经有200多名的美军着病。另外，美军已经甲有医疗背景的退伍军人联系，找出愿意协助对抗疫情的志愿者。疫情渐渐要失控，路易斯安那州长也警告24点钟内病例数升悬到30%，恐惊成为后一个疫情中心。We might exceed our capacity to deliver health care to COVID-19 patients. It would be in the April 4th to 5th timeframe. We are starting to see that spike, and what the governor has indicated is that we are on a path to look like Italy. 加州市伫25提出警告，当地无满17岁的病人有增加的趋势。另外，确诊病人中，多数的人年纪伫18至49岁，呼吁少年族群提高警觉，遵守伫厝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一再吞噬全世界，西班牙的死亡人数也已经破3400人，变作是全世界第2严重的国家。另外，在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是超过7500人，是中国的2倍。目前死亡人数有2000多人的伊朗，恐惊是当咧发生第2波疫情危机。西班牙新冠病毒疫情搁再恶化，过去24小时新增加738个死亡病例，死亡总计有3434人，超过中国通报3285人。西班牙卫生部讲，全国总确诊人数已经有47000多例。而为着抑制疫情，西班牙政府决定将紧急状态搁再延长2礼拜，到4月11日，来继续维持包括封城加严厉做法。Estoy seguro, señorías, de que el Congreso de los Diputados y las fuerzas políticas que lo componen comprenderán la situación de emergencia nacional que vive el país y espero que apoyen la prórroga del estado de alarma hasta el 11 de abril. Porque es imprescindible, para vencer el virus, seguir privándole de su principal arma de difusión, que son nuestros propios contactos sociales. 位在首都马德里的5星级饭店美景里安歇尼酒店，25也开始来防疫，被改造真侪全面收治新冠病毒病人的病院。另外一方面，西班牙政府25也证实，副总理卡里亚检测结果是阳性，确诊去为着新冠病毒，即阵正伫接受治疗。而欧洲疫情上严重，意大利过去24小时新增加683个死亡病例，死亡总计来到7503人，而这数字超过中国通报数字的2倍，全国总确诊人数达到74000多例。Sono giorni terribili per la comunità nazionale. Ogni giorno siamo costretti a registrare nuovi decessi. È un dolore per la nostra comunità che perde i più fragili, vulnerabili. È un dolore che si rinnova costantemente. 这38岁确诊的病人罗素拄则对加护病房出院，身为运动员的伊出面警告，病毒真可能是无症状传染。Il virus cammina sulle gambe degli asintomatici, quindi io non ho avuto nessun contatto con persone che ufficialmente avevano il virus.
quindi è una domanda alla quale precisamente non so rispondere, però credo sicuramente attraverso al lavoro. 中东国家伊朗是面临第二波疫情大爆发危机，过去24小时新增加143个死亡病例，死亡总计是2077人，总计有超过27000人确诊。尽管是全球疫情重灾区，真侪伊朗民众依然不爱插政府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加上拄好拄到是破除新年，真侪人走出来买物件也是旅行。相关报道报出了后，伊朗政府表示无排除要强制民众禁止离开故乡。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武汉肺炎伫全世界各地头拢变甲真严重。WHO 也伫台湾时间半暝的时阵召开记者会，呼吁全世界爱做伙合作，用封锁手段对抗疫情大流行。不过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讲话对中国是破破塌塌，也引起争议。已经有超过53万人联署讲爱伊落台。武汉肺炎疫情拖全球，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伫台湾时间26日早召开国际记者会，承认这波病毒非常危险，呼吁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对抗病毒。We need to have all relevant sectors working together to suppress and control this pandemic. 谭德赛也强调，世界各国除了锁国措施，要求民众踮伫厝内之外，应该采取更加积极性的手段，加强检测攻击病毒。This virus is very dangerous, and we have already counted more than 16,000 deaths. If you remember, we have been saying for more than 2 months now, this virus is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I made it clear that this is a second opportunity which we should not squander. 不过，谭德赛过去一直侮辱中国防疫表现，伫疫情拄啊爆发时，更加拒绝将武汉肺炎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各种争议言论一直防议论。Yesterday, Wuhan reported no new case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outbreak started. Wuhan provides hop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有网友就发起联署要求伊落台，这项声明也翻译成几个月期间，公告本来应该政治中立的 WHO 直接采信中国提供的死亡加确诊人数 ，WHO 无应该出于任何政治因素将台湾排除在外。到26日下昼，已经超过53万人联署。3月5日就要举行 WHO 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讲，台湾今年受邀参加的机会真小，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WHO 可能改为虚拟会议延期，还是取消，拢有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新北市甲台北市的双北论坛，今透早伫台北市政府举行，今年议题甲焦点放伫咧共同防疫。台北市长郭文定表示，双北生活区已经相牵连啊。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两个行政区无意见无共的问题。面对武汉肺炎的冲击，今年的双北论坛议题定伫咧双北合作、资源共同分享、甲共心防疫。台北市长郭文定致辞的时阵表示，双北是共同生活圈，一定要合作。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双北并无共调无共调的问题。大台北生活圈其实都是需要彼此合作啊，这个已经到了什么唇亡齿寒的程度，现在哦，所以是一定要合作。其实双北没有什么同调不同调的问题，双北只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生命共同体，大家一致的要往前走。所以谢谢柯市长。郭文德表示，资源爱共同分享，政策爱一致，两边的战略清楚，哪进哪行。侯友宜嘛讲，早起的会议，确认防疫的政策有共款，也若台北生活圈，敢要话较快到家人桃园，郭文德甲侯友宜是拢认为无问题。核心还是双北的啊，这没问题。这个侯市长来跟我讲的时候，就有说所以你也找过基隆跟那个桃园都有联络过。顺时钟者生，逆时钟者亡的压力。没有，不要讲那么严重了，我们都拥护中央政府啊。无论是顺市长也是顺苏贞昌，面对疫情，郭文德是较秘手，侯友宜是替伊讲话。我是为下一个阶段先做好准备啦。这个是每一个过程当中，大家心里有这样一个作战的方式嘛。科长做的比我好，他也比我专业啦。他这挥挥手是很客气啊，比我专业啦。啊，他的部署也是超啊。
要1點鐘的會議，雙北針對10個重點的防疫議題達成共識，包括 SOP 共同分享、防疫旅館、防災士的防疫、防疫專車的資源、甲載運旅客磅體溫的機制等等，是目前會當隨做的。另外，校園防疫合作、集中檢疫場所共同分享、試辦生命濟賣喙暗的機器、退休醫護人員的資源，甲雙北民生物資調配資訊的整合，是繼續討論合作的方向，雙北互相支援。親像是其中一個批發市場關起來，另外一個就要緊急協助。記者綜合報道。疫情指揮中心日前有宣布講，室內超過100人、室外超過500人的活動建議要取消。文化部也要求伊所管的機關，室內活動甲演出攏要先來暫停，要若室外就要看人數來做變調。民眾掛喙暗入場進前，要愛量體溫。平常人真濟的故宮博物院，今麥看起來特別冷清。趁這一波人潮非常少的時候，故宮幾十年都沒有來過了，這是一個國人參訪的好時機。受疫情的衝擊，進前回假日會有700-8千人次的故宮，今麥平均一天剩200人，營收落跋數千萬。不過今麥防疫升級，故宮場館限制參觀人數佇100人以內，並且保持1.5公尺距離。若果人數超過，大廳也設有等待區。在每一個時段呢，以不超過100個人呢排隊的路線呢，每一個人的距離呢是3個瓷磚的距離，大概1.8米左右。好如果旅行社團客來的，我們更是希望他們呢分層分區這樣來做參觀的一個動作。另外，伫大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攏因為防疫關門。台灣的國家圖書館目前照常開放，不過入門前愛量體溫消毒，座位的距離也較大，中間也閣有加上隔板。高雄圖書館也要求民眾入門愛掛喙暗，做好防疫。希望能夠落實戴口罩。那如果說身體有發燒的話，就不要進來。至於國家兩廳院是將主辦節目延後還是取消？掛座節目是較大座位距離，還是討論延期等事宜。我們現在剩下的就是一些在小廳裡面的演出，之前就已經在做間隔座的這個安排了。有一些多於100人的，我們就會跟他商議，說是要減少觀眾的數量，還是要延期，處於滾動式的管理。因應暫停演出或延期，也會視團隊的需要，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協調場館提供表演廳或其他空間。配合防疫政策，文化部所屬的表演場館主辦甲合辦活動原則上是暫停。場館外組辦理的室內活動超過100人，也會建議取消還是延期。除了現有的進行紓困有成之外，也將啟動跨部會協調，爭取藝文產業適用其他部會的紓困方案。記者綜合報道。在高雄有一間地區型的病院——中佑病院，在今日表示講，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來做復健的患者變較真少，決定在4月要甲病院收起來。不過高雄市衛生局表示，對健保資料來看，認為這間病院會收起來，應該是經營的問題。病院門口人員穿防疫裝備，管制病人進出。不過一個下晡來看病人數並無多。中佑病院是高雄市阿蓮甲產業區唯一的地區病院，不過院方認為疫情衝擊民眾到病院意願，決定4月底休困。因為這老人來復健會算較慢性病哦，較不愛來病院啊。因為你大家報到大家會驚，所以話你看，其實有病嘛，唔敢來病院啊，就是阮病嘛是足困擾。院方表示，院長已經70歲加上偏向，並且醫師無簡單，也是決定申請休困1年的原因，而且無確定未來敢是復業。不過衛生局表示，中佑病院當年經營無好，為健保資料上看不出病卡受到疫情的影響。就我們的掌握的一些這個有關於健保申報的點數，還有它的營運狀況來看的話，事實上是屬於長期一個低迷的一個狀態。那在最近的3季的一個營收是沒有絲毫的一個起色了哈。衛生局強調，中佑病院無因為接觸武漢肺炎確診病人，所影響直接無法度列為紓困對象。不過地方上唯一的病院要休困，民眾也是感覺可惜。都喺這門小時啊，我要安怎？阿姨安怎跟你講？阿姨講，唔知。這邊比較鄉下嘛，你要去大醫院
他有些要上班又就是不方便啊。另外，高雄的李姓诊所也伫3月中休困，所属的中正骨科病院表示，只是租约到期，将设备甲医师转回本院经营，甲疫情无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外说分明。中国的疫情第25对外宣布讲，新增加的67个感染者全部拢是对境外入来的，而且已经无本土案例。也强调讲，中国的疫情是愈来愈稳定。中国的外交部也讲，因有向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国家派7批专家去协助别国，要来控制疫情。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滚加，不过中国境内气氛却无同。官方指出，25新增加的67个个案，全部拢是境外来的，本土个案连续2天拢无增加。新增确诊病例67例，新增疑似病例5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湖北当日无新增确诊病例。中国唔但讲因的疫情稳定，佮开始向国际提供援助。外交部指出，已经对83个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的单位提供检测的试剂、试验，还有专家团队等等的支援。从2月27日向伊朗派出首支医疗专家组以来，中国已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柬埔寨5个国家派出7批医疗专家组，向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发放了装有防疫物品和防疫指南的健康包。党和政府时刻牵挂着广大海外留学生的健康与平安。官方讲，国内疫情控制得真好，不过国际疫情是真严重的状况，所以就连续伫咧各国分防疫物资予中国的留学生使用。这是给我们分发的莲花清瘟，今天实在是太感动了，感谢祖国还有大使馆给我们分发的物资。当来中国境内上早传出疫情的乌北省，25开始解除武汉以外交通管制，民众若是摕健康码出来地当过，不过武汉要到4月初8才解除封锁。武汉官方已经禁止清明期间的陪幕活动，上无到4月底。咸宁地区阁出现民众伫咧病院外口排队排真济的状况，要进行核酸检测。本来是在昨天之前都不需要核酸检测的，然后就是从昨天开始就需要检。就伫咧乌北解除封锁，中国专兵变复工复产的时阵，香港医学专家分析，中国无甲无症状的人当作是较真病例，也是有问题。反倒讲中國可能會閣出現第2波嘅疫情。呢個計法都係有啲問題嘅，因為咧而家都好多文獻睇到咧，冇病徵咧係都可以感染到其他人嘅。柯樹昌認為，真濟香港人對中國倒來，部分嘅人無的確已經甲病毒帶入來社區，要找源頭是有困難，對香港嘅疫情也是真煩惱。記者綜合報道。目前大約有500個武漢肺炎感染者，印度對25開始全國要封鎖3禮拜。管制13億人口的行動是目前全世界上界大的控制。因為警察也在街頭抓甲真嚴，甚至逃走出去的人會予警察當場甲體罰。印度首都新德里25一暝之間變成空城，13道大馬路車流無快。民眾就計借當買上基本的民生用品，也閣愛掛喙掩，隨時消毒洗手。加爾各答機場車站真空，全國各地會當看到警力佇街路控管，北部旁遮普省警察未違法射大雞，民眾甚至當場體罰。ਭਲਾਈ ਵਾਸਤੇ ਮੁੜ ਕੇ ਆਉਂਗੇ ਗਲਤੀ ਮੰਨੋ ਸੋਰੀ ਸਰ ਇਹਨਾਂ ਲੋਕਾਂ ਨੂੰ ਅਕਲ ਨਹੀਂ ਆਉਣੀ ਇਹ ਪੈਸੇ ਮਗਰ ਹੀ ਸਿਰਫ ਚੱਲਦੇ ਆ ਕਿੱਡਾ ਦੁਨੀਆ ਦੇ ਉੱਤੇ ਨੇਰ ਪਿਆ ਆ药房等基本物資商店依然是開店營業，不過打着告示要求人客掛喙掩，保持1公尺安全的距離。為了防止全國疫情大爆發，多數中產階級願意配合政策，不過也希望政府多照顧衝擊上大的基層人民。हम तो चलते फिरते लोग हैं, चलो कुछ करके खा पी लेंगे. अदर्स जो गरीब आदमी है जो दिन कमाते हैं दिन खाते हैं उसका क्या हालत होगा? Because people would realize what is the black swan, what is unpredictable thing can happen to their life. So maybe something good come out entirely, not economically. 13億人口愛關門，伫厝3禮拜21天是當前全球上大規模的封鎖。民眾非必要袂當出門，只會當伫附近買糧食藥品、牛奶粉等民生用品。封鎖令生效前，嘛引起一波囤積搶買物件。印度當局25保證貨品供應充足。
运输无受阻碍，目前正协调电子商务业者将基本物资配送上门，上大程度减少人群流动甲接触。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第2号通过美金2条的武汉肺炎经济纾困方案，这金额也是台湾政府一年总预算的30倍，是有史以来上届这金额。这寡钱会用伫税金、贷款甲医疗方面，也有产业到个人补助。总金额2条美金，也就是代表60条5000亿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经济纾困案件，伫国会山庄2党议员经过5天协商了后，25亿在参议院以9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This is a wartime level of investment into our nation. The men and women of the greatest country on earth are going to defeat this coronavirus and reclaim our future. 全党将近900亿，差不多是美国政府年度有算出一半高度的经济纾困案件。第7个送到众议院进行表决，因为有几位议员为着病毒，也是正伫进行自我隔离，袂出门。议长贝洛西表示，希望用讲的表决形式来进行就好。而川普也早就答应，一旦法案送到议桌顶，伊马上就签署生效。这总金额相当台湾中央政府30年总预算的纾困案件，内容包括有退税、贷款、用在便宜的钱，也有对产业到个人的援助金。个人的补助方面，有计发予每一位公民1200块美金，囡仔是500块美金。中小企业纾困金3500亿美金，也有5000亿美金的财政部自由菜鸟使用金。边境防疫甲退回海外侨民拢编列经费，而且扩大失业福利，纳入所有员工甲自由业者，并且甲即阵的失业金每礼拜增加600块，期限是4个月。另外，也针对航空业的补助甲贷款，并定无裁员、无放无薪假，计较袂用了钱为理由停飞偏远的小城。以免造成公共卫生甲医药普及困难，高级公职人员持股2成以上企业被排除在纾困的范围内。财长梅努钦讲，规套计划估计延后美国经济动3个月，3礼拜内将发现金予民众。而所有的纾困甲贷款的使用，拢要在今年的9月30进行到位。这一点，互外界感觉这根本就是川普要来救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组织 G20 也要出手来对抗疫情咯，因打算伫台湾时间27半暝啊召开视讯会议，因会做伙讨论甲调动各国的资源。另外，联合国也呼吁讲，较好嘅国家就要参与美金20亿计划，来帮助较产车的国家度过这回疫情难关。联合国这个按算集资20亿美金的计划，会大量采购台检试剂等等的实验物资，甲治疗武汉肺炎患者的相关设备，由联合国的人道事务协调厅，伫咧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等开发程度较低的所在，要较有效率来分配这个物资。Just to spend a little bit of their money on dealing with this problem in the most vulnerable places as well. 都伫咧联合国提出呼吁的时阵，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进行7大工业国的高峰会，嘛以部长级的视讯会议取代。美国趁这个机会，阁批评中国自头就隐瞒疫情，才互其他的国家真惊吓。They were the first country to know about the risk to the world from this virus, and they repeatedly delayed sharing that information with the globe. So yes, we desperately want to work with every country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a global pandemic. This is something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work with every country, including China, to figure out how to resolve, to keep as many people alive, as many people as healthy, and then to restore our economies that have been decimated by the Wuhan virus. 蓬佩奥的讲法，呈现出美国甲其他的国家上恶达成共识的问题之一，就是安怎称呼病毒甲引发的肺炎。这个意见嘛延续到台湾的时间27个 G20 视讯高峰会。各国虽然拢有共识要解决疫情拓开的问题，不过 G20 的成员国内底，沙地甲俄罗斯则为着石油的产量甲计销闹甲真厉害。因若美中之间除了安怎称呼病毒甲肺炎，贸易战阁也未拍煞。路透社分析指出，早前的高峰会拢是由部长、处长级的官员亲身公开或者是秘密访问其他的国家，处理无共意见了后，才轮到总统或者是总理参加。为着疫情使用的视讯会议，可能会互各国之间更较好达成协议。记者综合报道。高铁伫咧去年所载过人客量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本地自今年3月要甲全部员工起3%外薪水，则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高铁也宣布讲先暂停调薪水。
在塘口的第一线人员全部拢挂水掩上班，高铁已经封锁，轮班制员工已经启动防疫班表，无共班之间袂用换班。因应疫情，公司也对内发布暂停加薪的广告。因为去年高铁的旅运人数6741万人，创历史新高。公司伫咧去年10月就宣布，今年要调薪3.42%，本来是3个月就要发，并且推迟到1月，但是这么暂缓实施。新的班表跟相关的防疫措施已经给同仁造成一定程度的不方便了。那我们的同仁非常的体贴，就是也是跟高铁公司共体时间，就是原定3月要发的加薪，他又不发了。那对同仁来说，其实是一个多重的打击。因应运量下半，高铁伫几工前宣布4月18开始减班41班列车，这么如果暂停调薪，高铁讲就会等到疫情较缓和，抑个营业稳定的时阵，再过来综合考虑。另外，长荣航空也对内公告，专案暑假会当以1个月为单位，希望员工会当最能共同渡过难关。面临着全世界航班大减的影响，中华邮政也公告，伫目前总共有104个地区国家拢暂停收件。这些国家占的邮件出口的邮件量，大概占我们总体的大概9.1个百分比。因为这些地区是有邮件，但是都不多。邮政公司讲，因为疫情的影响，有种啊地区突然间断航，若是已经收件，因果航班未停，就会联络寄件人退回。因过伫目前国际大宗邮件的美国甲日本也拢有航班，所以影响应该袂伤大。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长柯明春第2日甲7大工商团体闭门座谈，也说明27要实行无薪假差价补贴的安心就业计划。会中也拢有强调讲，会将无薪假劳工的薪水补贴2成，提悬到5成。朱芳也表示讲，愿意甲劳动部做伙来分配这一半的薪水，不过这一切拢也未定案。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国内各行各业，劳动部前几天啊邀请10大总工会座谈了后，2日又搁再邀请7大工商团体做伙坐落来讨论，听劳资双方伫咧纾困方面的需求。面对愈来愈侪劳工去放休无薪假，劳动部的薪资补贴方案会伫咧3月27开放申请，提供每一个人逐个月上悬会使领11000块。不过，全国商业总会副理事长柯书博表示，至少要提供上加工资23880块的补助。政府的404亿根本不够。你看，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很多的在防疫救灾这方面，对于企业的纾困是直接给钱，根本不用还的。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要这些已经受伤的雇主？那雇主到最后把公司解散了，那国家还有税可收吗？即阵真侪产业拢因为疫情受到真大的打击。劳方代表全国产业总工会估计，接下来1-2个月，恐惊会出现大批劳工去互洗头路。认为劳动部应该爱拨1000亿做就业安定的基金，而且爱赶紧启动，互劳工会使安心。但劳动部表示，经费不是问题，会全力协助。我们要求以薪资补偿，比如我们高薪的有没有？是不是要办5成以上嘛？我刚才讲的英美，它现在推出是8成哦。那台湾劳工是不是要5成以上？我们要假设可能1-2个月后，大量劳工都失业。金额对我们部长也表达好，其实我们有500亿都准备好，大家不用担心，政府一定会随时边走边看，然后边做调整。劳资双方伫咧和劳动部讨论了后，针对全台湾要挂2万个伫咧服务业、餐饮业做线工的学生，恐惊面临短期无工课通好做，已经建议互因去政府各部会也有学校做防疫的人员，以上加基本工资来请，避免学生失去赚钱的机会，也互因加入防疫的工课。记者阿敏珍、陈玉水台北报道。伫咧武汉肺炎疫苗上市以前，目前主要的治疗药啊是用奎宁加瑞德西韦为主。不过，伫美国数一对翁仔某家己食奎宁，却引起药物过敏，两个人拢真伤重。但台湾国内医师也表示讲，台湾人食奎宁一年爱食上100万粒，主要是用伫咧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是有其他副作用无毋对，不过药物过敏的几率是无悬，而且也比瑞德西韦更较安全。伫几工前，美国总统川普捌伫记者会公开表示，抗马拉利亚药奎宁已经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核准，用伫咧治疗新型冠状病毒。不过，伫美国有一对翁仔某家己食奎宁，敢若是引起药物过敏，一死一重伤。奎宁的副作用也再度引起国内关注。
国内医生讲，药物过敏是几率的问题。奎宁伫咧台湾每年用超过900万粒，是相对安全的药啊。那奎宁的副作用我们比较了解，我们台湾每年用几百万颗的奎宁，很多人是一吃就吃1年了，因为他们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基本上都是相当安全的哈。主要是一些肠胃道的副作用或者过敏，日舒跟奎宁有同样的副作用，他们对心脏会有影响，所以如果产生药物过敏，那个是几率的问题了。不过这个几率一般是非常低的。用来治疗马拉利亚的药啊，奎宁老药新用，而且台湾用药的经验真丰富。颠倒是对新型冠状病毒有疗效的瑞德西韦，台湾的临床实验较少，奎宁是首要选择。医生讲，根据临床的实验资料显示，奎宁会让防止病毒入侵人体细胞。冠状病毒没有办法负责到我们人体的我们人体的细胞，它会去抑制、切断它这种所谓的核糖核酸的复制的这种功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讲，若证实奎宁确实有效，国内原料正充足，有药厂会当制作后一代药物。全国目前有7张许可证，强调奎宁这项药啊，自原料到制剂，台湾拢有能力家己生产。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在今日通过农民退休资金条例草案，根据规划费率是1%到6%，若准用基本工资23800块去算，30岁农民用6%的费率，逐个月纳1400多块，加上逐个月会当领7550块的老农津贴，到65岁退休，一个月上侪会当领到26000块。农委会。争议真久的农民退休制度，行政院伫咧26总算确定，照军公告退休金的制度，保障老农民的退休生活。行政院强调讲，政府建构老农津贴甲退休土金的双层保障制度，照规划来投保，以逐个月基本工资23800块来算，费率会当采取1%至6%。政府用同款的费率提拨，总计上悬会当减12%。农民伫咧65岁时阵，会当逐个月来领退休金。第一年大概是从50岁以上的大概有10%会参加，50岁以下大概20%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估计的话就是大概有6万多个人第一年会进来。那当然到那个最后的那个15年，这个数量是会逐渐的去增加。农委会认为公告时阵会将有效果，若是以50岁的农民6%，1428块，政府嘛拨6%，佮加上逐个月7550块的老农津贴，到65岁退休的时阵，逐个月会当领12000块。40岁的农民欠25年了后退休，逐个月总共会当领超18000块。30岁的农民欠35年65岁退休，逐个月上侪会当领到差不多26000块。有一寡青年农民就真肯定，老农津贴1个月像目前才7000多。如果有这个农保的方案的话就有2万多，对以后也是一个保障。我们是以天下去做农作物的，天不顺，农作物损失，那个退休金的部分，我们就卡在那边了。毋过也是有农民烦恼讲，这个制度也阁会改变，嘛惊讲天灾农损无法度来了。不离个行政院强调讲，上严的保障制度，除了保障农民年老的生活，嘛鼓励少年人投入去农业生产。草案会送立法院审议，预计今年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芝山岩边啊，有2栋14层的大楼，附近的居民真不满，这2栋大楼拢甲天炸起来，也别讲这2栋大楼的建案拢无经过都审，就摕到建照啊，要求台北市都发局爱撤回建照。居民伫105年底胜诉，不过顶年啊，最高行政法院发回更新，在今日透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搁再宣判讲，不过这回却是居民败诉。2栋14层楼高的大楼，四周围拢是2、3楼高的厝，上悬也只有7层。当地居民不满这个太子华火建案破坏芝山间的天际线，互附近厝边的采光、通风等基本生活品质受到严重影响。很明显的影响了周遭环境的住民的他的生活的品质。你今天应该要亡羊补牢，赶快做一些补救措施。居民指出，依照北市府102年通过的相关规定，维持芝山间的建筑申请案，需要经过都审了后才会当申请建造。不过，这个案申请2摆建造变更拢无经过都审。不满台北市都发局立场偏向建商，居民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建造。都发局他们不但没有为人民把关，而且在法条上的解释都是往旧法，就为了要让建商方便。我们希望今天法院可以跟我们一起
遏止这个歪风，因为非常多的建案都是用这种方式，先送审再变更，其实人民就没有一个可以监督它的机制。居民相信，若经过都审大楼无法度起遮尔悬，事实上居民伫105年底拍赢官司，撤销原处分，也毋过案件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方发回警醒，26北高行经一审宣判，居民败诉。居民也表示会阁上诉。对此，北市府表示，居民的主张，警管处拢伫诉讼的过程中说明。那居民要阁上诉，也表达尊重，市府也将就法律相关根据做相关的应用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市的社仔，也就是社主导开发案一再有争议，而且顶一回审期到单无到1个月，第26要阁开一届审期咯。所赞成开发的民众是阁到市政府头前发声，希望赶紧开发。另外，反对派的自救会也批评市政府无看过民意，硬要审查，要求爱撤回计划。也着支持高大丁州加速开发的房仔，徛伫开发派的社仔居民权益促进会下昼组织伫台北市政府化为北市都委会加速审议社仔开发案。主张社仔已经等待终身50年，需要做改变。也毋过理事长尤明照却比亚洲新婚是土地大师，厝内也阁有超过300坪的土地。我是住在天母队，我祖先留下来就是那300坪左右的土地呀。我只是没卖。我们社子岛的人有钱呐，他不会去买地。如果我炒地皮，你来找我，我地全部送给你。反对派自救会接伫后壁တင်情，因为等待时间过长，甲警方爆发冲突。自救会批评北市府无好好甲社仔居民沟通，对内政部当初通过主要计划附带3项决议，也就是自动保存、护安置甲举办听证会，也拢无消息。当地中介更较烦恼，开发案若通过，厝都无啊。失败不可取的计划案，居民是极力的反对。我现在是有屋有地，我不需要负债1000万，可是我区段征收之后，我的土地变少了，然后我还要去再负债1000万去买这个安置宅。好，这个安置宅的内容物是什么？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房型是怎么样，也都没有讲得很清楚。你要居民如何去接受？过去社仔加护风闸只完成48趴，比这期代表性不足。北市府解释，社仔违建伤济，主体多数无登记，甚至一个门牌几啊户当这用。议员甲里长伫审查会中一直讲特别补偿条例甲加护风闸，最后都审会决议将要求相关单位补偿说明。也有自救会关心的保存自然纹理，将伫后一摆会议才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若到东北季风的季节，落水溪附近就是土沙粉啊、用野滚架。为着要改善这个问题，伫5当前种树的团体伫森林的大西轮背麦寮、西犁这4个乡镇进行种树的计划。那这树啊一种类，空气变了真好，连生态也变甲真丰富。逐年东北季风若透，落水溪四周围风背影响特严重，若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好花的环境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了改善这个问题，有种树的团体踮西犁的海坡，用这种河水源保的花盆，正有法度适应土坝打碎的材啊，增加食物活落去的机会。植栽种好之后，然后呢，在植栽会经由这2个洞这样子把它套过去。这样子起来，好，那这样子起来之后呢，才会我们的导水绳是从里面再把水导出来，导到这个根球里面。用这水保盆，让材啊下底会使较湿，增加活命机会达到95%。种树仔的专家表示，无同的土坝适合种的食物品种也拢无同。因伫咧5年前开始，分别伫咧森林县的大溪、仑背、麦寮甲西犁4个乡镇种树仔，塘河板沙土减少风背沙。种有乔木有灌木，这样一个层次下来，它防风的效果会更好。那另外就是说，这样子做的同时，我们又把生态的功能给带进来里面，然后让它这边能够有比较完整的生态。伫咧海岸边种材啊，改善空气，也打造多元的森林环境。水鸟动物也会伫咧遮休困生活。落水溪附近的海岸，无搁再是规片空空，即阵有树啊，有草埔，正做是新的生态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国宝鱼河鲱，经过雪豹国家公园真侪年的打拼，总算也护育真成功咯。根据着国家风园伫去年的数量调查，河鲱数量也已经超过1万尾咯。雪管处也表示讲，未来搁找3条溪，增加河鲱的野外生态地。
保育志工行真久，搬山过岭来到这个放流的所在，将鱼仔放到溪仔底。过来过日了后，志工再转来到放流的所在，穿着藏水衫，冲落去看这个复育的情形。溪仔内底正是国宝鱼台湾鳟，伫真清的溪水内底游来游去。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对1992年开始进行台湾鳟的复育工作，到即阵已经超过30年。经过普查数量，对上早的200多尾复育到即阵已经超过1万尾，其中以七家湾区加高山区流血5392尾成果上好。像目前罗尾尾溪、合欢溪这就长了，等于它自然可以繁衍，所以我们就不再人工的放流。然后七家湾溪原本就是我们保种的位置。雪霸国家公园表示，复育分别采取就地保育甲异地保育方式。除了七家湾区已经成功，搁再建立3条卫星的族群溪流，会用自然来探星维持族群的稳定。而学者认为，台湾鳟对环境要求都真悬，建议增加基因多样化，想办法去养殖这些鲑鱼，然后把它放到原来大甲溪上游应该有的地方。让它再回去，那回去之后，它每一条溪流可能它有不同的特性，所以它去适应之后，它的基因就会变得比较多样。林雄所表示，七家湾区即阵定义是保种的区域，不过族群数量已经180点啊。虽然另外2条河溪用自然探生，不过环境甲气候改变，除了让基因多样化来加强耐受度，武陵地区更加建议减少人为干扰，加上适度限制高山农业甲积极造林，复育会更加有成效。记者宋夏报道。伫咧明仔载即时方面接近台湾，台湾北部、东半部地区可能会落地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因为过道的山区有可能会落西北雨，而且雨势真猛。到暗时天气会变较凉冷，而且民众就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明仔载气象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2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6度到28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要带您来到西班牙看真特殊的麻叶，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